而係活喺當下，你會發現平安其實就係如常。願你所遇皆溫柔，所行皆坦然，所念皆清明。修平安之心嘅小練習，每日清晨靜坐片刻，默念願我今日平安如常。面對挑戰時，提醒自己我唔需控制一切，只需安住於心。練習感恩，感謝每一個平凡嘅時刻，每一次平靜嘅呼吸，把平安當作生活嘅核心價值，而非偶然嘅期待。呢個星期佛說金句：心安即是道，身安即是福。真正嘅福報不在於擁有幾多，而在於你心安幾多。願你喺呢一個周日與自己安靜相處，與世界溫柔相待。下星期見，繼續喺佛語中尋找生活嘅智慧與寧靜。